大家好，歡迎收看8月初1下晡新聞，我是張曼婷，做伙來關心今仔日的新聞重點。上北閣再公布2個品牌烤茶油驗出苯並芘超標，都是家己的原純製油廠生產的。台電申請核三廠換照燈泡，今仔日核安會去屏東舉辦說明會，團團甲民眾攏要求要確保安全。西班牙佇北非的領土休達有要6萬的摩洛哥移民偽裝入境，造成57人死亡，也這嘛引發移民政策的爭議。上北閣再公布2個品牌的烤茶油驗出苯並芘超標，一間是江醫師健康店鋪，另外一間是養生品牌高永山。這批有問題的烤茶油，攏是家己的原純製油廠來生產的。衛生局是已經要求全部落架，嘛要針對這庭來進行調查。苯並芘致癌油風波佫擴大，新北市衛生局接到國際機能食品公司通報，旗下江醫師健康店所賣的台灣烤茶油有效期限到2027年12月25日的產品，在第2擺送驗的時發現苯並芘含量2.6 ppb， 超過法規標準的2 ppb， 第一時間已經停止賣，佮啟動落市回收。經查，該批問題的苦茶油是由嘉義的原春製油廠代工代料生產，總共780瓶。那其中773瓶是於江醫師健康鋪子門市以及官網販售。那衛生局已要求該款苦茶油全面下架。業者表示，無論敢是用過，只要是買到問題配合烤茶油，會當提商品也是發票到門市辦理專業退費，另外提供頂值購物金補償。若是佇官網買的，業者會自動通知。另外，台北市衛生局也啟動第2波油品檢驗專案，抽驗的24件產品中有2件高江山烤茶油苯並芘無合格，有效期分別是到2008年6月15甲6月22。也毋過，這個產品甲聯正公司的問題烤茶油屬於安全管制工作，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看上北的市長候選人是繼續來拼選戰，新北楊甲蔣萬安是擱再針對囡仔受苦毒的這個議題來對射。也新北市大通車的3英線嘛，正做是拿力的候選人蘇卡輝甲李四川相爭公路的畫餅。甲民眾握手翕相，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新北楊到中崙市場掃街爭取支持。除了繼續走訪基層，閣較宣示8月陸續提出市政政見，也毋過話一長。這期北市定傳出重大兒童虐待事件，後世北市府可能閣會感覺家己真好。昨天在統計的時候就已經有發現，有8起的重大這種兒虐的事件，有100多個小孩受害，有600多次的這種不當對待。現在教育局可能又要開始講說，他們已經做得很好。是台北市政府們對於不當對待或是虐童是零容忍，也絕不寬待，也都一定是秉持的從嚴、從重、從速來拆除。因為中聯問題有事件，蔣萬安提出禱告。也不過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表態，代誌大條愛多方意見評估。那黨團總調部分期閣較講，黨團內部無傷濟討論的聲音。蔣萬安閣強調，重點是愛行政院長倒樣態負起政治責任。除了北市選戰相關，新北同款也真激烈。甲支持者握手，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李四川出席港東議員參選人的聯合競選成立大會。另外一邊對手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卡輝也參加黨內議員舉辦的活動，各自親走基層。不過蘇卡輝前一日甲新北市長侯友宜參對手李四川同台，河南也新北議員盧家凱批評蘇卡輝一直想要挖進侯友宜，是表明尊敬侯友宜，實際咧收掛侯友宜政見蘇卡輝回擊。我是覺得議員的這種情緒性的語言是可以比較不用啦。從剛剛通車的3鶯線，中央地方大家一起合作，那加快速度，對地方的建設更會推進。在105年就開工，那105年施巧慧委員才擔任委員，所以李家凱議員才會去質疑他。蘇卡輝話聲正向陽光的選舉，才是選民想要看到。也不過隨年底大選環境，各陣營除了爭取民意的支持，也繼續互相相拼。記者綜合報道。
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這失智症照護的問題是愈來愈重要。目前雖然已經有相關的政策，不過有民團是認為講，也是需要制定失智症基本法，才會當有明確的規範甲效力。也衛福部是表示講，愛國討論。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而且也拄到失智症人口增加的急迫挑戰。根據統計，65歲以上的老大人失智症的比例差不多8%，算起來要到40萬人失智。民間團體積極在咧推動失智症基本法，確定國家的責任加跨部會協調機制。政策綱領的看到的就是它沒有按照時程在進行。那所以如果有法律的依據的時候，我們可以規範是每年要做哪些的事情。那像日本的基本法，他們就是由首相來當作召集人。民間團體講，失智症基本法怎麼正在咧立法院裡頭，國黨團總共提出10幾個版本，大家攏真關心。怎麼雖然有行政院長期照顧推動小組，由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績功能3.0，不過跟專業的效力完全攏無同。新的藥物出來了，風險因子、危險因子，它需要更龐大的團隊，甚至整個政府、整個國家、整個社會一起來負擔。不好照顧的地方，包括這個暴力，包括迷走，包括這個殘網。這個都不是衛福部有辦法解決的事情。醫界講，這麼醫療需求改變，包含精準診斷的可行性、新藥的推撒，另外放入去法條內面。這麼情形是拄到行政機關無法院甲會計長照體系無法度單獨承擔失智症的多元課題，兩大主要限制。希望趕緊有一般的法案。失智症防治的政策，它其實是已經由12個行政院的部會共同來去推動，那它也納入了行政院長期照顧推動小組的運作，那也是由行政院副院長他來督導跨部會的協調及資源整合。那這個精神其實是跟現在各界倡議的方向是相互呼應的。衛福部講，這麼行政院長期照顧推動小組已經整合跨部會運作，因為看實的層面正寬，是不是要升級到專法，一個要收集各界意見做伙討論。記者綜合報道。花蓮秀林鄉的東門大橋因為地動受損，空棚是愈來愈大。縣府按算要封橋1個月來修復，不過卻一直攏無講當時要動工，引起在地不滿。這陣總算公布，確定要在8月初5至9月初5來施工。車駛佇東門大橋頂會當發現橋面已經呈現鷹形，尤其每座橋面的春橋棚愈來愈大，甚至樹攏會當囥入去。在地民眾聽講，縣府要佇7月底封橋來維修，也不過即馬8月也還未動工。我們也宣傳了，結果呢沒有了，一直拖到現在哈，拖到現在都沒有消息。那鄉公所縣府有沒有跟鄉公所講也不知道啦，好像我們在欺騙我們這2個部落的感覺嘛。因為東門大橋是在地東門部落甲青仔樹部落的重要對外聯絡橋梁，那封橋在地組織處置會改毀水尾的文蘭橋西山路行。施工日期縣府已經確定是8月初5到9月初5。原本預計是7月20號到8月20號要做這個全橋的封閉，但是因為這個廠商他們在這個同一個工程裡面有另外一個工區，受到一些這個施工上的一些延遲啦，所以導致我們跟這個鄉公所還有村長的訊息有一些落差。不過我們現在已經確定在8月5號到9月5號這個月會整個全橋封閉來施工。村長強調，改行文蘭橋西山路要注意路較矮，高速表有幾個所在綁起還未改善。煩惱封橋期間若有風颱，村民出入安全都有問題。希望縣府除了會當趕緊對東門大橋動工之外，原台14縣道並保修成工程也會當進行。記者綜合報道。彰化南天宮的18站地樂吸引袂少人來參觀來體驗，不過最近是有民眾發現講，這票價是已經起10塊。廟方表示，這內底機關甲設施年久月深，愈來愈舊，維修的成本甲營運的成本增加，高不離中才來起價。大人帶囡仔入去彰化市南天宮的18站地樂電動場景，才行入去，囡仔就互特殊效果驚到。你的手在冒汗了，你的手在冒汗了。
囡仔甲爸爸的手牽條條，看到內面的人翁仔和地下的鬼子啊，用各種刑法佇咧處罰，搭配燈光效果，看起來真驚人。彰化市南天宮的18站地價是彰化人成長的基地，當年的舊曆設計攏有真濟人來吃，不過最近來吃的人發現票價起10塊。便宜，對，還算便宜。應該在其他地方應該看不到。看不到，真的看不到。應該合理吧？現在物價就一直，這個地方太小了啦。地方太小了啦，真的太小了。真濟人攏講安尼算合理，鹽母也講，因為年代久啊，這種景點怎麼較無吸引人？廟方也講，因為紅啊甲設施較舊啊，若是愛保養。鬧歹去時陣也怪收地，怎麼逐項成本攏佇咧起，票價無低起，實在無法度擱動落去。電起價、人工起價，遊客少。因成本的對了哈。不夠。那這也是很多這個算是舊景點，它必須經歷的過程。那它的價格調整，還不是為了要賺很多錢，從票價來着手。其實也不一定能完全解決問題啦，大概必須要因應現代的一些趨勢來做調整。學者講，像這種老景點，若要繼續維持落去是無啥用氣。除了像安尼小可起票價來平衡收支，也建議會當將附近一個八卦山景點的特色，規個串聯起來，辦一寡活動加適當的活化，用集體合作的方式經營。若是會當改善經營的效果，也當保存彰化人的記憶。記者綜合報道。我來關心國際消息，有約6萬的摩洛哥移民偽裝入去西班牙，佇咧北非的領土遊搭，其中已經有4萬多人因為欠物資自願回國。這個事件嘛引起西班牙民眾的不滿，批評政府的移民政策太過頭令，也為着莫掃到風台尾，法國嘛調派安全部隊加強邊境的管制。湄美的休達海岸邊，遊玩有真濟人，慢慢啊朝向摩洛哥邊境前進。在經過我兩地的混亂了後，大約6萬名攏佇休達的摩洛哥人中，有4,800人，佇西班牙軍隊甲國民警衛隊的監管之下自願退離。中方家己的國家，這個原本抱着移民希望當佇邊境的摩洛哥人，發現這毋但無美好未來，顛倒陷入欠糧，甲無優先對待困境，這會當失望源頭轉去。ما كاينش هنا ما يدار استقبال والو حتى هو كيتعاملوا شي معامله فريه والجوع ما الاحوال فاتحين لا حتى حاجه。我6萬名摩洛哥人為7月30開始陸續硬浪休達邊境，規模極大風形容都像大軍壓境。地理位置特殊的休達，長期以來定面臨移民弄入來壓力。不過這一擺的進數已經毋捌看過。外界咧叫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初裁定，海上被偌濟移民袂當隨簡單的判決，互真濟人看作是弄入來上好機會。西班牙政府隨調派軍隊去維安，總理桑切斯對此也強硬表態。Lo que ha sucedido en el día de ayer como un ataque, una violación de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de España。這個事件引起西班牙內外強烈的反應。桑切斯30日視察休達，途中拄到民眾批評政府失職，剛支持大批西班牙民眾自治地首都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館外口抗議。歐洲右派人士批評桑切斯政府移民政策太過零。美國總統川普也表示，這是法律能力和管理不善的結果。It looks like an invasion of a country b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that same thing's going to happen to us if the Republicans don't get elected, except worse, much bigger, much easier to get into. 這場邊境危機衝擊西班牙甲幾個歐洲的邊境安全，恐驚也會迫使歐洲緊縮移民政策。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鏡頭轉來到咱國內，台灣文化創意博覽會今仔日起稿，今年以地靈為源做主題，探討 AI 人工智慧對創作力的影響。這屆展覽的地點是選在咧空總高級大樓，也這嘛是修復完成了後頭一屆對外開放。開放的時間到，真濟民眾就行入去展場內面，要看文博會文化測典。
在每一個展區內面，細攏有專人佇咧講解，除了用目睭看，也有一寡互動的部分。來細人有一寡是第一遍參加文博會，第一次參加這樣子，有一些那個藝術的造景啊，還有一些光影，對這個藝文活動很感興趣啊。透過藝術啊，讓我們去感受我們當代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狀況。7月開始的2026台灣文化創意博覽會文化測驗先開始，對第0委員做主題出發，討論怎麼 AI 人工智慧，正緊就出100圖，規秒鐘就寫一篇文章，要安怎回歸本質，重新思考創作的源頭。想法的開始，感情的觸動，找到基地。想知道說我們目前這個舊空中以前的那個戰情大樓這邊修復的，就是情形，空軍啊遺跡這樣子，對，所以也是覺得蠻特別的。文博會文化測驗除了作品的本身吸引人，展出的所在也正特別。修理3年外的空軍總部高級大樓重新開放，就是文博會。把空總未來視為是一個未來科技跟過去的文化要在這裡能夠交融的一個地方，所以今年的主題是第0位元。那我們大家就很希望把這個科技的最原始的單位這個 bit 回到大家人性的本初。文化測驗自7月開始，展出1個月。文博會品牌展覽是自7月開始，在南港展覽館繼續進行。聽講還有去年排隊的情形，所以這回第一遍要入去看展就會先有效。記者綜合報道。新竹一間幼稚園平常時啊，就安排歌戲的課程，讓囡仔學台語，嘛認捌傳統文化。畢業典禮時，就提供舞台，讓囡仔發揮創意來表演，真趣味嘛，真古錐。台頂的囡仔咧搬歌戲，互觀眾甲家長攏看甲笑嗨嗨。這場幼稚園畢業典禮真特別，囡仔認真咧搬戲，家長也真認同幼稚園，互囡仔透過學歌戲來學台語，明白傳統文化。學台語之後呢，能夠慢慢可以跟更晚輩長輩溝通，其實是不錯的方式，讓長輩也比較懂小孩子在想些什麼。非常不錯，因為現在家裡也越來越少講台語，所以有這樣課程的機會，可以讓他們更認識自己台灣自己的母語。這樣，幼稚園平常時啊，得安排歌戲課程，互囡仔體驗。教歌戲的老師認為，互囡仔用趣味的方式來學台語，是上好上緊的方式。哇，囡仔學了足緊的，會曉唱，會曉比，啊，佫足介意這個迄個戲劇的，哦，唱歌，着唱歌，啊，互因表演，伊就記佇伊的頭殼內。囡仔若甲伊講台語是袂曉講啦，啊，若是叫伊唱歌吼，伊攏足夠的啦。啊，因為我足細漢就愛看歌仔戲的，所以我開學校時，我就有一個節目，就是4期，就是互囡仔佇個歌戲內面學台語，安尼因會學較緊。透過傳統戲劇，囡仔除了感受到歌戲的趣味，也體驗台語迷人的所在。家長也緊摕相機，替囡仔佇這場無同款的畢業典禮留落來珍貴的相片。記者杜君豪，新竹報道。歡仔話價聲，民眾趕幾若袋物件，閣到頭家開講的形影，這攏是傳統的菜市啊才有的記憶。不過，即馬社會形態改變，會去市場的人是愈來愈少。暗時7點半，青春咱的夢，做伙來看一場願意投入傳統市場的少年人，因是安怎對時代來改變經營的方式。你最近敢有去踅菜市啊？買菜送蔥啊，甲豬肉店開講。這是傳統菜市仔的日常，不過即馬超市大賣場甲電商愈來愈普遍，民眾買物件的慣勢嘛，得咧改變。傳統市場嘛，袂臨反啊退休，無新的人入來頂頂的挑戰。為着要活化台灣這項街區的特色，經濟部這幾年有推動傳統市場改善的輔導，鼓勵反啊轉型，甲第2代來接班。不過真正願意投入傳統市仔的少年人，有關是少數。是看因感覺老啊，然後生理迄當陣嘛拄好咧無用，啊無想到講鬥3工了，就是一路，就是一直到即馬。面對社會市場的改變，少年人嘛開始調整經營的方式，有人經營社群媒體，有人增加商品的項目，嘛有人建立配送服務，透過多元經營，應用時代變遷帶來的挑戰。不過傳統市場面對面互動，甲即時服務的特色。有關是吸引消費者真重要的優勢。傳統菜市仔好，就是好而且，我感覺面對面甲你安尼開講，較有溫度啦。這阮先有發現講，
來市仔的人開始有較少啊，但是餐廳嘛是一直咧開，所以阮即馬的比例差不多是餐廳佔8成，來門市的散客佔2成。要來做市場的工課，條件是無懸，不過收入會受到天氣、景氣甲市場變化影響，所以若要做久長並無簡單。要安怎對時代改變，應用數位科技甲消費形態快速變遷，開拓新的客源，讓傳統市場繼續有競爭力，這有關是未來重要的課題。記者吳定宇、林建如綜合報道。自動駕駛車公司 Roox 已經正式摕到美國政府的批准，成做全美國頭一間合法商業營運的無人客停車。也這嘛表示講，無人客停車已經正式進入營運賺錢的新時代。無限道路無所在大東亞，甚至連駕駛座攏無。亞馬遜的自動駕駛車公司 Roox 正式摕到美國監管機構發的商業營運豁免，是美國第一個。It's kind of scary at the first time, but like when I just got used to it, it's really cool and chilling. Like I really love the music and how you can like adjust temperature like yourself. 這種車型車廂式的設計，這個拿2排面對面的椅仔，相關的時速120公里。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批准 Roox 在未來2年上最當部署5000台車營運，上開始的收費服務在舊城拉斯維加斯。What they did was they applied for an exemption, and their obligation is to convince the agency that their vehicle as designed is at least as safe as a vehicle that meets federal motor vehicle safety standards. 雖然監管機關准納，驗過條件不加權，Roox就要回報所有弄到或者是異常的事件，所有的遠端操作員攏要佇美國境內，若無政府隨時讓撤銷因的許可，民間團體也有質疑。One, and really our overarching concern is there was not any data or testing results presented that demonstrated that the autonomous driving system that was going to be controlling this vehicle could operate safely on public roads. 這個團體擔心是因為自動駕駛車佇咧進行不團測、調停的時間區，甚至是無顧到已經停落的後車的情形。Roox 最近也認為無法度偵測交警，緊急調回105台車換新軟體，面對着威摩加特斯拉的競爭。Roox 雖然先搶到牌，不過敢會當得到消費者的信任，真正的挑戰才拄要開始。公視新聞4派選編輯。天氣報你知，各地頭的天氣，咱做伙來看賣。北部地區為30度到35度，中部地區為29度到33度，南部為29度到33度，東部為30度到34度。外島地區為28度到33度。過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你收看今仔日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張曼婷，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